依家好多新人都想婚禮有啲新意思，呢種閃卡唔單止有種90年代懷舊緊明星閃卡嗰種情懷，仲好有收藏價值，比起普通嘅即影即有相更加有話題性。呢種服務有幾個好吸引嘅地方。明星閃卡嘅賣點，視覺效果豐富，張卡上面有明顯嘅星形或者心形激光閃膜效果，喺燈光下會變色，視覺上非常搶眼。卡上有嘅 logo 同埋資足以前明星卡嘅排版，令到賓客影出嚟嘅相真係好似變咗巨星咁。相入面位賓客手上握住現場嘅道具，配合埋呢種閃卡效果，玩味十足。建議可以優化或增加嘅玩味元素，隨機抽出簽名隱藏款，等賓客有種抽卡嘅快感。加入婚禮主題色，閃卡嘅邊框同 logo 顏色可以根據反婚宴嘅佈置嚟調整。你覺得喺現場推行嗰陣，賓客最中意係邊一部分？係影嗰客定係拎到張實體閃卡嗰種驚喜等？